喺香港地產界最頂級嘅大佬，通常都中意喺政府拍賣場上舉牌爭奪最靚最貴嘅地王。但偏偏有一位富豪，佢唔中意同人硬碰硬，反而中意行入橫街窄巷，逐家逐戶去敲門，將香港人眼中有如碎骨嘅舊唐樓，一棟一棟咁納入自己嘅發展版圖。因為喺屋企排行第4，香港人親切咁叫佢做四叔。佢為人低調，平時笑面迎人，但係1996年，佢竟然以127億美元嘅身價擊敗咗李嘉誠，正式登頂成為亞洲首富，排名全球第4。由一個帶住1000蚊落嚟香港嘅順德後生仔，到同郭德勝、馮景禧組成叱咤風雲嘅地產三劍俠，再到自立門戶創辦恒基兆業，用獨創嘅併樓同換地權益書絕招，將新界農地同市區舊樓變成1000億印鈔機。今日 D4 Culture 翻開呢份充滿耐性與算計嘅檔案，帶你解密四叔點樣靠寸土必爭、聚沙成塔，建立起佢嘅1000億地產王國。第一章：順德神童與地產三劍俠。四叔由細到大都係對數字極度敏感嘅神童。1948年，20歲嘅佢帶住1000蚊本金，由順德嚟到香港，一開始係喺文咸東街做黃金同外幣買賣，因為計數快、眼光準，好快就賺到第一桶金。但四叔好快發覺炒金炒匯始終有風險，唯有香港嘅磚頭先至係永遠升值嘅金礦。1958年，佢迎來咗人生最重要嘅轉捩點，佢同郭德勝同馮景禧3個人夾份創辦咗新鴻基企業，即係後來新鴻基地產嘅前身。佢哋3個被譽為地產三劍俠，四叔負責度橋計數同揀地。當時佢哋首創咗一招分期付款買樓，令到原本買唔起樓嘅打工仔都可以供得起樓。呢一招徹底引爆咗香港地產市場嘅潛力，亦都為四叔日後嘅1000億霸業打下咗最堅實嘅根基。第二章：寸土必爭的收樓大師。1973年，三劍俠和平分手，四叔自立門戶，創辦咗恒基兆業。當時李嘉誠、鄭裕彤等對手個個都財雄勢大，喺拍賣場上狂掃靚地。四叔知道硬碰硬冇着數，於是佢使出咗佢獨步武能嘅絕招，併購市區舊樓重建，即係會去啲市區舊樓逐層逐個單位去同業主收購。呢個過程極度繁複，分分鐘要同無數小業主周旋幾年，甚至10幾年。同行覺得太嘥時間，但四叔偏偏就係有呢種愚公移山嘅耐性。只要俾佢儲齊80%或者全部業權，一棟原本唔值錢嘅唐樓就可以拆咗佢，起成幾十層高嘅摩天豪宅，利潤係以10倍甚至100倍計。除咗市區舊樓，佢仲大量買入新界嘅農地同埋換地權益書，人哋睇唔上眼嘅爛地，佢當係寶。就係靠住呢種聚沙成塔、寸土必爭嘅策略，恒基地產喺不知不覺間成為咗全香港擁有最多農地同舊區重建項目嘅大地主。第三章：超越超人的亞洲首富。四叔嘅耐性同眼光，終於喺90年代迎來咗極大嘅爆發。隨住香港樓市狂飆，恒基兆業嘅股價一飛沖天。1996年同1997年，李兆基連續2年被福布斯評為亞洲首富，排名全球第4，正式超越李嘉誠，迎來人生嘅最高峰。除咗起住宅，四叔亦都有份參與發展全香港最標誌性嘅地標中環 IFC 國際金融中心。去到晚年，四叔仲將佢精算師嘅頭腦發揮喺股票市場，買親啲國企股都大賺，被傳媒封為亞洲股神。不過佢從來冇牙斬斬，反而喺2008年金融海嘯前夕，好有良心咁不斷公開警告散戶，股市有泡沫，要小心風險。呢種和氣生財、厚道嘅性格，令佢喺富豪圈同民間都極受敬重。2019年，91歲嘅四叔正式宣布退休。佢曾經講過一句好出名嘅金句：小富由儉，中富由勤，大富由天。佢一生人無李嘉誠咁強勢，無大劉咁狠辣，亦無何鴻燊咁傳奇。但佢就係靠住無比嘅耐性、精打細算同埋寸土必爭嘅併樓策略，一步一腳印咁建立起1000億帝國。睇完四叔嘅檔案，你覺得佢最勁嘅係佢舊區併樓嘅眼光，定係佢和氣生財嘅大智慧呢？留言話俾我哋聽啦！香港4大地產家族，我哋講咗3個。下一集富豪檔案，我哋將會探討最後一塊拼圖，一個曾經喺香港呼風喚雨，但最後因為一場驚天動地嘅豪門綁架案同兄弟內鬥而元氣大傷嘅地產王朝。想知新鴻基郭氏家族背後嘅恩怨情仇，記得 subscribe 我哋 D4 Culture， 撳埋個鐘仔，我哋下集見。